คนนะคะที่เดินทาง Thai first sorry Thai first sorry 呢一幕發生喺泰國清邁水燈節慶典，近年喺泰國爆紅嘅中泰混血女演員鄺玲玲，以天燈節女神嘅身份參與祈福儀式，喺活動中放天燈，現場十分熱鬧。但係喺玲玲以泰語為活動發言嘅時候，突然場下嘅粉絲打斷，要求講中文，佢停頓片刻之後用英文回覆 Thai first sorry 畫面一出街，即刻引起熱議，大批網民認為該名粉絲嘅行為非常唔尊重泰國當地嘅傳統，而喺玲玲得體嘅回應亦都俾網民讚賞同埋支持。鄺玲玲係泰國第3電視台旗下嘅中泰混血女演員，模特兼節目主持人。2024年因出演《我哋嘅秘密》而爆紅。鄺玲玲出生於香港，父親嚟自中國香港，母親嚟自泰國。鄺玲玲喺香港觀塘區長大，佢17歲先到泰國讀書，精通泰語、粵語、英語同埋普通話。